监察院认定去年指挥中心甲机组人员的5+9改做是3+11。虽然这决策合理，不过无对外做详细说明，这部分爱改善。迄当时卫福部长也就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，搁再一摆背回3+11的争议。另外，对手国民党蒋万安是继续积极疫苗介绍无公开问题，也那现任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正式表态，会伫咧8月27时日专心来拼选择。24早时，伫内湖的关会活动，台北市长郭文哲、副市长黄珊珊，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共同出席。针对监察院22下晡认定指挥中心伫去年将机组人员检疫措施改做3+11是有所本，但是无对外详细说明应该改进。陈时中搁一摆驳回。实质上是没有问题，可是在程序上，如果能够更清楚，让大家更了解，这样比较好。机组员跟他的亲友或者诺富特的员工的染疫，总共36人，那最后外有1790人次的样子，那都是阴性的，跟其他地方我们的染疫的基因定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硬要把讲这两个东西是有关联的。坦白讲，也没有充分的证据。民众党团嘛，第24开记者会，批评监察院的报告是咧为陈时中护航。黄珊珊认为，不管监察院的报告是安怎，人民早就信赖有所。专家学者都提过了意见，那当时的放宽看起来好像是立法院的协调会，那有没有专家学者的背书？看起来目前是拿不出任何的记录，病毒跑进来是事实。那承认错误没有那么困难。陈时中不要再糊弄。另一方面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回访立法院，出席国民党团记者会，讲到最近3+11甲疫苗文件保密的事件是有达到陈时中的弱点。公开透明就是他的阿基里斯腱，所以只要谁提到他就会跳脚，口不择言。陈时中就是联合行政部会，还有加上民进党党团。要只手遮天。陈时中甲黄珊珊共同出席关会活动，台顶共同杀公益，大家也是着边抢尾边选举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